你歐洲旅行，如果你唔知乜係基督教啊、天主教啊、新教啊，咁你去參觀啲教堂啊、什麼古建築咧，就真係戇鳩鳩得個睇嘅啫啊！好靚啊，影張相打個卡咧就都去過噶啦。But if you knew what the fuck is that 咧，咁你嘅旅程咧會更加有意義嘅。但係如果啊唔係基督徒，100個遊客99個咧都戇鳩鳩得個睇嘅啫啊！我哋今日就嚟講下嗰啲係乜實嚟嘅。好多人一聽什麼基督教啊、天主教啊、新教啊、東正教啊、英國國教啊、福音派、靈恩派呢啲咧，頭都暈埋嘅。乜實嚟㗎嚇？唔係都係拜耶穌嘅咩？仲分咁多派咁樣嗱？先嚟個總結啊！基督教咧係一把遮，天主教啊、新教啊、東正教啊，都係呢把保護傘下邊嘅啊。即係話咧，呢啲教咧唔係同基督教並列嘅，佢係基督教嘅一個分支。基督教咧係一個總稱嚟嘅，佢核心信仰係咧相信耶穌基督咧係救世主，係上帝之子。耶穌嘅死啊同埋復活啊，係為人類咧帶嚟救恩嘅。拜成呢啲嘅通常咧屬於基督教世界嘅，但歷史咧都係不斷咁發展嘅。呢個大世界咧慢慢分裂咗咧唔同嘅傳統出嚟嘅，影響最大嘅主要咧有3個分支：天主教、東正教同埋新教。就好似一個大家族咧分咗3房人出嚟咁啊，但祖先咧一實樣嘅，好多傳統啊同埋基本信仰咧都似嘅，但喺教會嘅權力啊、禮儀啊、對神學嘅理解啊同埋世俗政權嘅關係上邊咧，慢慢咧越嚟越唔同嘅。而家好多人誤會啊，認為基督教咧係一個西人嘅宗教，但其實咧耶穌係出生喺呢個而家巴勒斯坦附近嘅。喺冇車嘅年代咧，佢係走唔出呢個猶太地區嘅。最初嘅跟班咧，基本上咧都係猶太人嚟嘅，即係話啊，基督教一開始咧係喺中東嘅，唔係喺歐洲嘅。後尾耶穌死咗，佢啲門徒同跟班咧就開始周圍傳教啦，將耶穌信仰咧從猶太人內部咧帶咗去希臘啊、羅馬呢啲地方嘅。去羅馬帝國後期啊，基督教咧越嚟越勁抽嘅。公元4世紀啊，羅馬皇帝對基督教咧採取呢個支持嘅態度嘅，就好似武則天信佛咁樣啊，有華人支持，件事咧就好辦啊。於是基督教咧成為咗羅馬帝國嘅主流宗教嘅。但宗教呢樣嘢咧同公司一樣啊，越嚟越臃腫嗰陣咧，牽涉到權力鬥爭啊。邊個有權解釋教義？主教邊個嚟任命？邊個話事？呢啲咧就係分裂嘅根啊！呢啲係人性嚟嘅，地球上面所有嘅分分合合咧都係一實樣嘅。啊，最初嗰陣咧冇而家分得咁清楚嘅。喺古代嘅基督教世界裏面咧，有幾個特別重要嘅城市：羅馬、君士坦丁堡啊、亞歷山大啊、耶路撒冷啊咁樣嘅。個個地方咧都覺得自己好撚重要嘅。但慢慢咧，羅馬主教即係後嚟嘅教皇啊，以為自己咧應該最特殊嘅，因為羅馬咧係羅馬帝國嘅首都啊。有傳說啦，阿聖彼得咧喺度殉道嘅，所以羅馬教會就話啦，我唔係重要咁樣簡單，我係 number one。但喺東邊咧，即係君士坦丁堡咧，而家嘅伊斯坦布爾嗰度嘅教會咧，唔接受呢樣嘢啊。你羅馬咧當然好撚重要，但唔係你話自己 number one 咧，你就 number one 嘅。應該幾個教區一齊咧嚟維持秩序先啱嘅，唔係你話撚晒事嘅咁樣。於是到公元1054年啊，東西方嘅教會咧大分裂嘅，之後咧就變成咗西邊咧係羅馬教皇話事嘅，變成咗今日嘅天主教啦。東邊咧係拜占庭話事嘅，發展成為咗而家嘅東正教啦。但跟個大佬咧都一樣嘅，都係耶穌。咁天主教嘅特點係咩咧？最核心嘅就係咧教皇嘅權威啊。天主教認為羅馬主教咧，即係而家梵蒂岡嗰件咧，係聖彼得嘅繼承人啊。尤其喺信仰啊同埋道德呢重大問題上邊咧，教皇係最高權威嚟嘅。天主教咧呢個體系咧係一個組織嚴密嘅全球性嘅大機構嚟嘅，有教廷啊，有統一嘅制度啊，有明確嘅教義嘅。天主教認為啊，上帝嘅啟示咧唔單止係通過聖經傳落嚟嘅，亦都可以咧通過教皇嘅解釋咧傳落嚟嘅。而天主教嘅儀式感咧好撚重嘅，好重視什麼彌撒啦、洗禮啊、告解呢啲乜嘢嘅。你行去一座天主教教堂，通常咧會感覺到好莊嚴啊，有少少神秘感嘅，而且佢不單止拜上帝，亦都拜耶穌老母嘅。但從新教角度嚟睇咧，呢種做法咧好容易模糊。只有上帝先應該被敬拜嘅呢個界線嘅，所以新教徒咧都反對呢樣嘢嘅。仲有一樣嘢啊，天主教嘅神父咧通常都係單身嘅，好多新教嘅唔同啊。新教嘅牧師咧係可以結婚嘅。乜就係新教咧啊？新教咧喺16世紀從天主教裏邊咧分裂出嚟嘅。咁啊，1517年有叫馬丁路德嘅。即係唔係 I have a dream 個黑叔叔 Martin Luther King 啊，佢咧就批評教會咧亂實咁發呢個贖罪券，
質疑教會嘅權力過大，已經唔純粹啦。贖罪券呢樣嘢咧，我哋好耐之前咧都講過啦，呢度咧就唔重複啦。呢部嘢後尾咧越嘈越犀利，牽涉到神學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權力問題。好多歐洲嘅諸侯咧都唔做咩羅馬教廷一直撳住嘅，都支持改革嘅。跟住比較統一嘅西人天主教咧就開始分裂啦，出現咗新教呢個教派嘅。聽落去新教咧好似係新嘅宗教咁嘅意思啊，但佢英文係咧 Protestant 嘅，係從抗議呢個詞咧衍生出嚟嘅，因為佢哋係對羅馬教廷提出抗議嘅人，要求改革嘅人。新教特點係咧，佢齋認聖經嘅啫，乜實教皇嘅解釋咧係傻閪嚟嘅。佢認為人得救咧唔係靠積功德，唔係靠買呢個贖罪券嘅，唔係靠呢個教會制度嘅，而係靠對大佬基督嘅信心啊，同埋上帝嘅恩典啊。天主教咧一係分等級嘅，啲平民信徒如果想同大佬傾偈咧，要通過神父呢個中介嘅。但新教徒認為每個信徒咧都可以直接向呢個上帝咧禱告唔一定要通過神父呢個中介。所以新教咧會更加平民化。由於平民化，所以新教嘅教堂咧就好撚樸素嘅，冇天主教咧咁多祭台聖像雕塑呢啲乜嘢嘅。你去旅行咧，見到教堂毫無特色，樸素過雷鋒嗰啲咧就係新教教堂啦。但新教咧唔係一個單一教會嚟嘅，係一個大家庭嚟嘅，裏面有一堆什麼福音派靈恩派路德宗浸信會各種唔同嘅派別嘅。當年嘅諸侯反抗軍咧，而家仲未統一到嘅。咁東正教咧，東正教咧喺東歐影響力咧係最大嘅。佢唔似天主教咁教皇話晒事嘅，亦都唔似新教咁樣咧分散咁多派別嘅。佢好似咧一個聯邦咁，各個教區咧自治嘅，但傳統咧都係一樣嘅。佢儀式感咧甚至仲勁過天主教噶。佢特別強調聖像金色嘅背景宗教氛圍咧好撚濃郁㗎。如果行去間教堂裏邊，金光閃閃得嚟咧，有種超級古老嘅神秘 feel 咧，咁就係東正教啦。所以當呢三個教嘅人會屌嗰陣咧，天主教會嘅人咧就會話：你哋新教徒咧，因為離開咗教會嘅傳統，冇咗傳承，所以先會咧越嚟越分散。而新教徒咧就會話：你班友開口埋口嘅傳統，虛偽到嗨咁樣，偏離咗最初嘅教義。而東正教徒咧旁邊係煽風點火，兩條友咧都係實樣嘅，一個太集權，一個又冇緊晒啲傳統規矩。天主教喺中世紀嗰陣咧對歐洲影響咧超級大教皇唔單止係宗教領袖，仲係政治領袖嚟嘅。歐洲嘅法律藝術哲學醫學受到天主教嘅影響嘅。所以如果你去歐洲旅行，去參觀一啲中世紀嘅建築或者想了解佢哋嘅文化，如果唔了解天主教咧，完全係得戇鳩鳩喺度睇嘅啫。你去參觀梵蒂岡裏面嘅西斯廷禮拜堂，瞓喺度望住個天花，你係唔會明 Michelangelo 點解畫啲咁嘅 high 畫喺上邊嘅。東正教咧就強調民族歷史記憶嘅，所以同國家咧結合得好密切嘅，例如俄羅斯新教咧可以話係推動現代發展嘅一個好重要嘅教派嚟嘅。佢哋強調個人都要識字，強調個人責任，所以佢對現代資本主義同埋教育擴張咧有促進嘅作用嘅。例如喺美國新教咧就比較舊時啲嘅。今日大致就係咁啦，都係嗰句，如果覺得啱聽嘅話咧，唔使打賞我嘅，幫襯麥灣罐，好好搣午餐肉就掂晒噶啦。因為我哋啲嘢咧唔係啲狗屎垃圾嘢，係靚嘢嚟噶。目前喺香港咧，online肉製品銷售咧第一嘅。你可以質疑香港人其他嘢，但你唔可以質疑香港人條脷係咪好嘢咧？河南嘅未必分得出，未必食得出，但香港嘅一定食得出。條 link 咧響下邊，都嚟試下咁多位。下次見，拜拜。